天花冷氣機安裝服務冷氣通專業可靠有保證。想安裝天花冷氣機但擔心施工麻煩，冷氣通提供即日天花冷氣機安裝服務，有資深技師上門處理，從評估、安裝到後續保養一站式搞掂。我們亦提供冷氣清洗、檢查、保養及維修等專業服務，讓你真正無後顧之憂。天花冷氣機安裝的4大好處：節省空間，嵌入式設計安裝於天花板，室內更整潔美觀。冷氣分平均，中央出風設計，冷氣可均勻分至全室角落。寧靜運作，靜音設計，適合辦公室、商及住宅使用，適合大型空間。冷量充足，適用於客廳、辦公空間、會議室等場景。安裝天花冷氣機前注意事項：預留足夠天花高度，避免風速對人體造成不適。確認樓宇是否可施工天花冷氣機，有無相關限制。檢查電力負載是否足夠支援所選冷氣機型。建議由專業團隊處理排水設計，防止漏水問題。天花冷氣機安裝常見問題 FAQ。Q1 天花冷氣機安裝要幾多時間 ？A. 視乎位置及現場環境，一般約需4至6小時完成。Q2 冷氣通提供即日安裝服務嗎 ？A. 可以，我們支援即日上門安裝，歡迎提前查詢。Q3 安裝天花冷氣後需要保養嗎 ？A. 建議每6個月至少保養一次，可延長壽命與效能。Q4 冷氣通還提供什麼冷氣服務 ？A. 包括冷氣清洗、冷氣保養、冷氣維修、冷氣檢查等服務。